点点雨洒放下去。之前有这种房子，还不错，然后也是很有味道。差罗跟你，对，差很多。你如果有这种自知之明，也很好。老开了好家郎巨星啦，唔是按辛苦，哎，好安样的扭来扭去啦，你那个扭一下呀。哎呦，哇，你看有没有感觉一个水桶在摇？从各位欣赏，闹热大擂台，闹热强下来。哎呦，哎呀，新年快乐！到底的下礼拜都过年了吧？过年了，哎呦，你的真的过很强哦，谢谢。哎呦，红包哈，是，红包，对，私底下再拿，对，倾向一下。一多时间你还在拿红包，你现在要包红包给人家了。哎呀，不过你在装逼啊！哦，长辈啊，是，长辈就一定要包就对了。某一天啊，不是，现在没有，现在时代看你高度了。时代冇空样了，时代在进步，社会改变，风暴汹涌当年爱那嘿，好了，等下私底下哈，对。哎呀，下禮拜要過年啦，所以知道咱們要特別做一個特別計劃啊，咁樣邀請到每啲人嘅節目當中，最近歌阿董厲害董精彩啊，真的歌數，分享佢哋嘅新年嘅新希望。啊，沒剛剛唱歌的問他個他，係哦，先嚟介紹我哋評審先生，葉家樹先生、齊思碧先生、總飛先生。好來，有請 TVB 人的好朋友。TVB 係姚松妹帶來往哪邊黃金。你不能綠色會變黃金。聊下正經啊。往哪要變黃金？往哪變黃金？它可能是稀土。也有可能，對不對？稀土現在非常值錢哦。你老高興是不是？稀土。來，姚松妹來。看看啦。人生街路长，不系像南片，像街天气多变化，松竹落水下煮茶，夫妻一场，一切好上了，待年生意，福幸福了，共同打拼。外边黄金的人生街路长，不系像南片，互相勉励，相牵挂，一家不老后命上嘞。松竹落水下煮茶，夫妻一场，一切好上了，待年生意，福幸福了，共同打拼，一条心，无奈没外变黄金的，人生街路长，不系像南片。夫妻
切好商量，来年生意福幸福了，共同打拼一条心，往来袂外变无紧的，人生该如车，不系笑难平。相面理想天吧，一家不老好命生诶，一家不老好命生诶，一家不老好命生诶。安子生，宋慧哎呀静，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新年哈！哎呦，充滿歡喜嘅歌我誒，哎都有無退步誒，係啊安尼講充滿好糖啊，行下後堂吧。對呀，哎哦呀，冇比賽冇壓力，係嘛？唔好查，哎真的唔會查係啊，真係啊呢，一啲要條條去練啊呢。加減啦。加減加減啊加減練一下啦哈今日就聊一下過年那個心情。嘿，公演哦，係啊，以前公演哦，清末喊出係啊，周條辦、周辦、矮辦那個的哦，吹條辦、哎呦，吹條辦，是八辦。哎呦，以前呢，嗯，條辦咩講，中間一些些的，嘿嘿嘿。一太長的哦，差唔多2-30件的。啊，佢唔識啊，都要辦嘅，都會按做乜嘅辦嘅，唔知嚇。要乜嘅辦呢？哎有模有樣沒你意思講係係，他有辦係，嘿，有模有樣，嘿，哎，謝謝你啊！唔使而家年師徒都冇咁樣嘅，而家根本較多人冇去做，嘿，全部都揾買去買下夾，係較夾啊，係啊，嗯唔過按用做咩有講，可能頭擺係全副卡嘢嘛，睇下強下帶啊，你係一種就會精神嘛，從做辦的咩精神，對對對對，拜神那種唔。敢要經過一個時代。我細個時節啦，哎呀阿婆有做啊，細個時節，青細時我節，真係阿婆，我看阿婆嘅做頭會做啊。嘿嘿嘿，會做條辦。誒，我頭擺什麼鬼龍蟲啊，太龍蟲啊做。開播跟那種灶呀，青苔，還要燒柴火那種。真的真的，此給此啊！現在真的啊，此給此啊，莫羅東，做過宰相，做出過後世做宰相，嘿，有可能嗎？啊，當然難就是講啊。露骨發嘛，語言啊，哎呀哎呀哎呀！嘿但是現在說真的已經回不去了。嘿哎呀，那種。以人家前師太冇強用誒，那個時代冇公樣啊，所以你真的沒有辦法去感受到以前那種冇辦法，可能沒有錄到，可能某方式某樣，你包含現在年菜都一樣啊。嘿，年菜很多人以前一定要在家裡煮嘛，嘿這樣煮才熱鬧啊。哈，年們有煮，要某年呢，像哇，現在年菜賣得很好呢。去春堂是沒有啊，對啊，有那一傳堂是。富平達沒有啦，咩係 Uber Eat。你是有入股的，為什麼要幫他打廣告？有冇打廣告？冇吼。好好好，哎好，頭擺一個情景，係啊，就會安尼。按用清油黏米啦。對對對，哎，安尼從頭就同安尼葉老師哈。你冇簡單嘅，嗯，佢往那邊往緊嘛，佢從起來吼，你啊，有演戲哦，演戲，還有冇簡單，講法是講時間，講時間啊，唱好了，而且唱得這麼好，冇簡單，真的，因為要佢唱嘅，親像嗰樣，佢好了個強，往那邊會啊。勁啊！親像你來哦，可能氣氛親好啊，而且好穩哈，係啊係啊，pitch 好穩哦，哦 pitch 準啊，真的，兩首歌咪寫得好啦，寫得好，你回錄寫得清正，從佢就清自然就從佢清幽味是樣嘅咯，實在冇簡單嘿，睇本來你從回你比賽家哦，應該從兩回錄嘅歌，他就機會啦。比賽有唱過也跳過嘅麼？你有跳過冇？以前冇，係社會海釣嘅啊。很大爽哦，很大爽哦。唔怕，按有比賽時節啊，唔爭嚟比賽，係啊，就唱也跳過嘅。做的，就做的一次留下來。就嚟搞啊，係啊，歌詩館。哦，今天時豐講那個海陸講得特別好。好嘛？本來已經打擊嚟咧，根本唔會咧，全冇簡單哦。我掌聲鼓勵一下，掌聲鼓勵一下。唔講，唔會講，唔會講嘅。
问规四句我可以溜落，访问好。做得啦，做得，做得，唔做得爱做唔得，看到干枯啊！好，啊，子姐好，多谢叶老师，谢。好，安尼冲起来了哈，系啊，啊，专业好好过年，好嘛？好，万岁！祝大家身体健康。哎呀，阿妹多谢你啊，哈，表演本他个堂，好不好？好，万岁！好，来会做休息。是蒙松威记，好。沙下来，哦，沙下来，係宋家珍帶來，兩條歌嘅有些屬實哦，所以唔聽。有牙歌呀，有牙歌呀，哈哈，哎呀，有這賺錢的，嘿嘿。从阮，我想到做按普通，你向下看天阳。我夜风吹起那个飘那么，飘了一阵清风哦，海爱嘅面风风。我想爱阮，你做地通爱做盼望哦。我发到最顺晒有啲安用嘅讲。层层情意哦，本爱嘅心惊跳，久久心是惊啊，相爱有你强啊，嘿讲你欠本爱来照顾你，久久伤伤，真心一个同你走伴。傻傻手会看到你的身影，我你浅浅的笑容堵在爱心管路，我陪天梦共有一样，不爱孤独难耐我，所以不会烦躁的爱。最顺晒有比爱用的讲，我你看爱的眼光啊，温暖像有层层情意哦，本爱的心惊跳，久心是惊啊，相爱有你强大。傻傻手会看到你的身影，我你浅浅的笑容堵在爱心管路，我陪天梦共有一样，不爱孤独难耐哦，所以不会烦躁的爱，所以不会戆戆的爱，所以不会想你。年轻版的小资吉娜啊，又小资吉娜，按头吉娜哦，你谈恋爱了没有？唱的这么甜哦，是啊，没有，因为人家年轻。对啊，还有嗓不能嗓音都较甜，你那怎么唱的那么甜？对啊，你哪像你的？我讲佢亲有嗰种对面对个姜头啊，有嗰种爱嘅感觉，两条狗会冲一句两种心情。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呢，你唱的这么稳定这么好，但是你那个肢体动作里面。应该是还没交到男朋友啦。交男朋友。好嘞，我下次去看。不用亏哈。
哦哦，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好会跳吗？咕咕是是个，哪老唔冲嘞？我喘跳。哦有，会要喘不要听一下原汁原味的，好不好？哎呦，我今天有伴舞哎。哎，我刚刚是在复健的。哦，还有，对，我刚刚在复健，还不错。对啊，我没有现在同手同脚。这个臀部有点拉伤。辛苦。对，好快哦，哎。还是要暖身呐，对，要运动可以发。我没有说要服老，我说要有点暖身。喘，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好，你可以哈，就我们两个可以吗？好，现在我换我，不然我来唱歌来塞一点时间哈。是，来冲一小段呢。对，好吗？好，没有，哎，如果以他，你们俩一起好不好？穷哈呀，一起，然后你就干嘛说的？那个律动要出来，这样子吗？然后哦，你这样我不是也要动吗？哎呀，动，要动，懂之，哦，好了，好不好？来，先听一下原汁原味。哦，来，我唱跳呀。我安阳夜空白发牵引爱的重温，我冲都从岸不同意用下看天涯，我呀风吹呀的跳那么飘了一阵清风，爱爱的面风。快点。相爱满意做别痛爱做盼望侬，发到最顺撒有的安用眼光，你看爱的眼光安温暖，像有层层清流，不爱的心冰条。用下来哦。故事是个爱，相爱有你强下，希望你很不爱来照顾你，就有创伤，真心又同你作伴。阮就洒洒就袂看到你的身样。你浅浅的笑容堵在爱心温度。我会天梦共有一样，不爱孤独难耐哦，吹太烦躁的爱，哦，吹太浓浓的爱，吹太相依的爱。画面真的很流氓咯好像母女情那种感觉。真的哦，母女情深啊，姐妹。哎，呀，你会周敏进去。哦，怎么？冇啊，新年呐，我做的分享一下，你还新年呢，嘿啊，你要活泼一点。好，做的了哈。可以，对啊，现在就是要突出，要敢讲，对你才会受到瞩目。对，你还正经。对，你看太近了啊，人那么多，对不对？摄影大哥他就会他也要找那种比较占画面的，占画面，对，就是动来动去那种就很占画面。对，他会觉得这个很好摄影大哥就会追着你跑这样子，好够了，好够，真的效果。好，要学习一下。好，好。先在这边祝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就是对新年快乐。有吗？不知道讲什么。你周好够嘞，他马上做效果了。有，这样不错，这样不错。你真的很适合要去选那个什么市议员啊，还是什么？对，敬请支持1号，谢谢。对，松嘎针，多多早啊嘞。嘿。你有那么热？好热，我超热。冲国青烟好吗？流汗流到这样，所以你这卡还不结束。那齐世慧老师，听后感想来了。
金碧宽斗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宋家珍，我觉得很棒。包括你现在连唱腔都改了。哈，以头白可能中国的方式可能比较制式化，现在反而比较走你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改变，好，非常非常棒。如果说你希望我们如果可以提供你一些什么想法的话，哈，你别跟他吉娜有带点空哈安的跳舞唱歌，包括罗哥他已经非常卖力了，虽然流汗的是，虽然流汗的是吉娜哈，安哥我觉得他们很认真的在告诉你有一。歌曲的律动，我里面也都湿了。歌曲的律动，连我都站起来了，连我都站起来跳了哈。意思黑浪港，像这么轻松的歌曲，你应该要发自内心的身体的律动。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因为你今天本身在唱歌的时候的，我还是坐下哈，唱歌的本身可能会显得比较急躁一点。为什么？因为你控制速度的时候，你没有抓到精髓。其实按的律动法，我就我的经验，1、2、3、4拍，你去抓到2跟4，1、2、3、4，1、2、3、4，那2个点，你其实可以从小鼓那边去控制速度。你针对那2个点之后，你比较不会跑速，就是你速度控制上面会比较稳定。我会发现你一直在强调在第1拍、第3拍，它很容易混浊。如果你在律动上面出现的是1、2、3、4的时候，你控制速度会比较稳定。所以我会希望讲，在身体的律动，你如果可以再加一点，会很棒。是因为2个唱腔已经整个转化的非常非常年轻，非常适合你现在的样子，太棒了，加油！真的好，很棒的建议。但是随着年龄还慢慢成长，学业也要顾好，然后歌的部分也要把它发挥到极致，这样。挑战某腔用给风格。好不好？好，加油！好，加油！谢谢，加油，家珍！希望下次看到你的蜕变，好不好？好，加油！好，谢谢。什么家珍？新年快乐！撒下来，撒落喺灵光灯带落，每开钱就滚滚来。哎呀，过年一条国庆站啦，对。送出呀夜莺舞，梦呀呀爱主耶。就是那个年嘛，那个怪兽会来。然后压岁钱就是说保平安，这样子好像就是挡煞的感觉。对。这世界世界充有哦。以前就有这种传说。从我开始给人家红包就没有。但是我睡到现在50几岁了，从来没看到年兽过啊。对啊，从来没有来找我玩。不要半夜睡起来突然照镜子就不会看到。人生的坎坷路途，万年无数过来，成功是爱下垂，失败无相可。心跳强松慢慢来。
传千世纪来，门一开，千手滚滚来。千手滚滚来，哎呦，哎呦，罗哥，哎耶，陈老姐，哇，新年快乐！哎，是，哇，唱的太好了，这首歌，安子谁？真的创作俱佳，真的啊，唱错词，唱作俱佳，对呀，又按叫冇看到呢，哎呀，懂叫呢，懂叫，差唔多算什麼1-2年呢？冇按多啦，你都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哎呀，你冇見到3年呢？3年啊，所以啦，哇，3年啊時間咧，真係3年啊，懂叫啊，南部客，哎，南部客，下禮拜都過年咧，哦，係咧，過年的呢，過年有乜嘅呢？好搞嘅事情，講到過年真是都規定真怪呢，哎，晚些時間啊，那個哦，女僕嘅，一啲調，一啲鳥，就是一個村莊，小村莊，應該不超過1000人吧？哦喲，算小村莊嘛，哈。1000人，更有多1000，冇多1000人。哎，那會很小，人煙稀少。母親胎啦，母親胎。啊，佢下如果有，啊，你晚些嘛，10多年前如果有薄蟲啊，薄蟲。香腸嗎？薄鹽蟲。那個是薄棍蟲。就人家講誒，比如講雜氣的啦，就是一些小丸啦，小丸啦，哎，小丸。都會提防。哎，我哋鄉下都會有。啊，話有都講過年嘅時間嗬，最特別的都係會有龍舌條啊。羊肉啊，自拋呀，哦，枋龍，對，哦，有個苗栗枋龍青牛苗，青牛苗，哇，按都叫冇看到，哦，有晚些時，哦，你冇看到，你去苗栗看，苗栗當年都有，枋都，哦，枋都像乜嘅樣，像個你乜嘅鹽水風炮用嘅，有下青牛苗嘅你客家嘅節慶，哦，唔會差呢，對啊，那個有一擺經驗咯，新年唔敢摘，啲風包唔拉太嘛，啊，想講咁我可能按叫嘅，咁我摘一下來，哦，這太年嘅搞，太年嘅搞，啊，新年可以10邊牛，哦，開小的局，對，小局，因為想講啊，咁我都大家放一搞看到嘛，哦，咁我都摘，一摘喺哦好，摘唔錯嘅，摘唔錯，啊，本來摘100個人，摘到500個人，哇，兩路鳳石，對。加好啲，我今年嘅風暴最大，我係錯嘅。哎呦，養錢就錯嘞，養錢嘅時間後等啊，壓500，一賠10呢，一賠10。哎呦，那幸運之神有眷顧着你，對，你這都快台咧，跟人可能會丟死。那錢數將誒，也不會啦，也還好。對，那其實還有一個也是更趣味的經驗，那麼給他也是都會做伴嘅。我做伴，啊，因為家下哦，我卡冇過啊，我都上課打工，我家下我都係送嘅班嘅，縫紉班啊，烏尾班啊，嗰度啊，佢送班嘅，師傅茶送班嘅，師茶送班，因為經過一段時間都做嘅，打工啊，但是而家係
唔係過年送哦，哎呦，明年都有哦，呢邊我哋慢慢買辦的店，總會有買辦的店，係啊，錯。哦，我也問那過年的時間，你明年都送給你。啊，明年過年啦，明年，當然過年，這倆意思就錯了。明年做辦。OK 了，哎呀，唱得真好，真的，今天張慧茹老師的。光燈新年快樂！哎，老師新年快樂！哎，給布妮你選這首歌，我覺得真的很棒。你看，門一開錢就滾滾來啊，多好！這是大家這是過年的心願，對不對？希望年年都是門一開錢就滾滾進來。對呀，哇，真的很棒。然後我覺得聽你唱歌真的是很棒哎！你看你今天就像吉娜說，你創作俱佳。你還沒有開始在錄影之前，你的身體的律動其實就已經開始。我就覺得還沒開始歌，就看到你開始在裡面進入那個歌裡面，所以整個唱起來就讓我們感受到那個歌的這個過年的這個氣氛啊，然後賺錢的這種愉悅。對，我覺得真的是很棒，好自在，對啊，真的很舒服，真的，我就覺得，對我都跟着你這樣一直搖一直搖，我真的覺得很棒。而且你唱歌，你的聲音哦。真的是沒話說。其實，可能在疫情這段時間比較少比賽，不然之前比較多比賽的時候，我常常在外面比賽，也聽到你的歌聲，每一次都非常棒，因為你的聲音又亮，但是又厚，亮度很漂亮，厚度也很漂亮，所以你在唱整首歌的時候，整個那個非常的完整。今天轉音也轉得對啊，那個地方，那個其實很難轉，可是你每一個音的顆粒都很清楚，是不是？我覺得今天真的很棒，你帶給我們一首好快樂、好開心的歌，好喜氣的歌，很棒，謝謝你，謝謝老師，非常應景啊，這首歌真的，精彩的表演。對啊，下一次真的有特別計劃，真的就來嘛。哎呦，謝謝，我推薦冇，做得啦哈。唔會啦，好吧，好，謝謝，謝謝，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好的，回座休息哈。好嘞，沙下來，沙來歌響來嚟啦，是，陳婷婷帶來成功班呀，來彈過啦。
哎呀，这首歌也太棒了，太应景了啦，太嗨了吧！喊七嘎嘎狗吃，新年快乐！哎，热情的呼喊。哎呀，真的，新年真的又见到你哈，真的哇，我们节目的常客。恭喜啊！冲到后董演会天后，哎呀，没有，我们观众都爱听你唱歌，你知道吗？对啊，但也要顺便了解一下，了解哈这个马来西亚的过年跟台湾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不晓得这边的孩子们有没有习惯说，从小拿到父母亲的那个红包要压岁钱，像我就会压在枕头底下。有，就是它是有个传说中，就是那个年嘛，那个怪兽会来。然后压岁钱就是说保平安，这样子好像就是挡煞的感觉。对。这个世界充有哦。对，以前就有这种传说。从我开始给人家红包就没有这件事。但是我睡到现在50几岁了，从来也没看到年兽过啊。哎呀，从来也没有来找我啊。不要半夜睡起来突然照镜子，你就不会看到。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会在除夕夜就是会守睡，像刚才的歌这样子，就是不睡觉。好像华人都会这样。勾12点嘛。我会一直到天亮。真的，到天亮。没办法呢。你没有心。没啦，阿爸阿妈都清早就睡没了，好不好？风包凉台就爱一贴困了。但是爸爸妈妈一睡梦，哎呀，深夜没睡啊，就是守岁啊。就真的没有睡，然后就是附近大家都在放鞭炮，噼噼啪啪，然后就是主要就是可以祈求父母亲长寿这样。对。妈妈会看我们的节目吗？会啊，我都会贴那个链接给他看。真的？那你要不要对着镜头跟家人跟妈妈？对啊，过2天就除夕了。好的，妈咪，还有我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还有我的侄儿侄女们，好久不见了。希望呢，在不久的将来，我很快可以回去跟你们团聚。那在这边呢，你们要照顾好自己。虽然你们都打好疫苗了，但是真的就还是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到处乱玩哦。OK， 祝你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谢谢。是，大家都好保护好哈，真的，真的异乡游子。其实我们也会觉得，每逢佳节又被。如果是我自己的女儿，我也会觉得很不舍，很攀的呢。还好，现在真的是拜这个科技手机，还有视讯跟对，还是可以。天涯若比邻 ，OK 的。对，世界都是平的啊，就是世界村嘛，世界村。是哦。对啊，那叶老师，对。老师好，老师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哈。我今天很开心哦，听到他唱歌，刚刚的直接的感觉，觉得看到那个背景。我第一次我们换这个新背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到拉斯维加斯的感觉，那看秀，今天才真的看到秀了，整个一片过来这样。尤其到那个婷婷这一段我觉得婷婷这一段真的是有点像我以前到拉斯维加斯都看了好几个女歌手的秀的时候。对，他刚刚你不是说他今天的穿着很像 Flamingo 跳 Flamingo。对。但是舞者有这种身材吗？舞者啊，有啊！你到拉斯维加斯去的时候，你看那些黑人女歌手啊，什么的，比他更夸张都有，很多的，而且冲哪两种都有哦。开玩笑，欧美身材，有了瘦3公斤了，我会继续努力啦。不用啦，其实你看旁边就 OK 的啦。什么看旁边就 OK？ 佳琪老师，你学坏了是不是？不是，这比较起来，这样看起来就蛮平均的。对啊，就觉得好像石峰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这样。这点哦。对啊，但是整个的感觉是真的很棒。今天有点真的像是说，为大家过年之前来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秀。真的。这是一个完整的秀，看起来就是很过瘾这样。大家反正疫情时间出不了国，今天就把它当出国看就好了。是。嘿。很棒，加油！好 ，OK， 好，谢谢，真的，今天真的到目前为止每一个都好会唱，好听哦，又好看，真的，所以下一个应该就会紧张了。不要紧张，不是紧张啦，又没比赛，你们的分享哎，好啦，对啊，那就自己过新年哦。不会啦，视讯。无聊也可以视讯罗哥，对啊，你可以跟他视讯啊，也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去讨红包。好，说的，我不在，他那边电铃线可能会拔掉，我不在。好了，谢谢，新年快乐，回家休息。好来，杀下来。杀来，还一位总本飞带来韩歌。哎呦，他很久没来了呢。对啊。
过天梯。快20年前，然后我们那时候要去出国去玩，然后已经全部都到机场了，stand by。结果我女儿就突然上吐下泻，好险就是说正好有诊所有，所以赶快看医生看一看，然后就又可以出国。然后就把医生带出国。就没有，他就是变成女婿了，是不是？原来是个爱情故事。唔会回头，从此以后，点点雨洒放下去。之前有这种唱片。这么听哦，真的很多充电。对，有。他改吗？台语的，后头白。还不错。然后也是很有味道。差很多，对，差很多。你如果有这种自知之明。韩国河北西人的爱多沙，韩国书行错了的老人家，汉西伫了到夜到厝，不知过了有几多年。韩国西路变得我认输，韩国天桥。亲像无人照顾，汉西伫了到上高下，几多春夏秋冬，比孤冬啊是那比孤天梯，比的爱求到了你的眼底。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位去，汉黑路下最相爱传奇。比孤冬啊是那多世界的你，比的爱人到了你的眼底。不管行南行到哪边，我还永远的心头里。上高下，几多春夏秋冬，比孤冬是那比孤天梯，比的爱就到了你的眼底。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位去，汉黑路下最相爱传奇。比孤冬那是那多世界的你，比的爱人到了你的眼底。不管行南行到哪边，我还永远的心头里。不管行南行到哪边，我还永远的心头里。It's the same。哎呦！夫妻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目前听到现在最没有过年气氛的一首歌。对，有，因为过一年嘛，我过年就很想回去久一点啊。对，因为每次就是匆匆忙忙，然后大概回去个2-3天，然后就会觉得很不够，因为平常教课也很少可以回去，那好不容易过年可以回去，然后又回去2-3天。那你在那边？花莲啊，你把我忘记了。花莲哦，所以阿甘压哈，你在花莲呀，但是你压哈在哪？树林，台北的树林，新北市教很多学生，真的呀，欣赏也是桃李满天下呢，就是陪学生玩。是，富雄啊，对。唐公跟文飞机有个青南梦跟行演公演跟经验记忆哈。哦，对，就是大概快20年前，然后我们那时候要出国去玩，然后已经全部都到机场了，stand by，结果我女儿就突然上吐下泻，然后就想说怎么办，就怕不能出国，然后又怕那个医院没开，就想说就赶快去找，那好险就是说正好有诊所有，而且赶快看医生看一看，然后就又可以出国，然后就把医生带出国。就没有，他就是变成女婿了，是不是？原来是个爱情故事。我还以为就把女儿抛下，带走了。女儿抛下，哎呀，我们自己去玩了。叫爸爸这样，去改料哦。一个正经的公演的时间，清凉两种事情，真的，随时都要那个常备要备着啦。也不是啦，没有，出国跟突发事件涂演给那样用。对，就是这样。对啊，其实过年真的是很多回忆啦。哎呀，就是刚讲到个小赌有年咪没有啊，给我没有。我最没有年味。你最没年味啊？你是出国玩这样？对，因为其实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分外很想回去。那因为现在就剩我妈妈一个人，所以其实我是很想说，可以借过年的时候，今年正好可以。回去久一点这样子，而且现在那个什么那个快速道路已经苏花改通了，东角啊，嘿啊。如果你会塞车，会塞车，避开那个时段。大部分就是都坐火车。听说有一段路是只限速50，听说在里面会睡着。哎呦，有花莲人呢，有花莲人在点头了，四位老师。花莲四位老师，刚刚唱的怎么样？我们 OK， 对啊。文飞还叫我看到，係啊，中央法聯人哈，近比其實我對我印象，大部分就是唱就開有安的小調位啊，然後很經典的一些客家歌哈，近比來唱一首阿 Kim 一首歌的韓歌啊，嗰首歌的配景它比較清新感，可是。經過你唱以後，我知道佢跟咪西有冇嘛共樣哈，一個很明顯的不同。咁其實我當投入唔似個唱，就係唱亞洲歌的一種反經底吧，就係亞洲歌的氣氛。你想製造的氛圍，其實我一直在投入在你想要的那個氛圍。我覺得今天真的很棒，我覺得唱的感覺這很不同，非常的不同，不像你的感覺，但是又有你自己的味道，好，非常棒，今天很棒。好，安子 C， 哎呀，谢谢，那制作单位真的很厉害，对啊，都把这一些已经藏起来的人都挖出来，对没？影视高手全部请出来，全部请出来，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冠军歌手，对吗？是，好，继续桃李满天下，好不好？把客家文化传承出去，好不好？谢谢安子 C， 谢谢，我来回这休息哈，好来，杀下来，帅哥啊，侯志强带了，略个讲啊，拜拜，讲什么？拜拜。茫茫千千孤单，心滚的样，来成为关心的字体。地有天从一情加意，永不思念你。把你眼神给你用心，你期望的改变是你。浪漫把戏爱的满意，
我撒用般嘅愛情，曾經愛一生多刺激，你唔知真下了狠心，唔會回頭，從此以後，點點一撒行下去，拜拜將將什麼愛唔係你心中嘅最愛，拜拜將將什麼也離開，情意嘅乖乖牌。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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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愛嘅聲叫你用心，希望你改變你。我們拍戲愛的蔓延。我撒一半嘅愛情，曾經愛一生多刺激，你的真下了狠心，唔會回頭，從此以後，點點一撒行下去，拜拜將將什麼愛唔係你心中嘅最愛，拜拜將將什麼也離開，情意嘅乖乖牌，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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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也離開，情意嘅乖乖牌，拜拜將將什麼也唔係你心中嘅最愛，拜拜將將什麼也離開，情意嘅乖乖牌，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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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突然来个停了，破了没看到？破功，对啊，你那个破跳起啊，对，帅一点，重新来一个嘛，对啊，可以重新来一个，最后两趴，来，最后2小节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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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六，阿妹啥？你不用看我啊，不用看你要看前面啊。拜拜拜拜哦，拜拜拜拜，哎，可以哦，有吃熏的时间就吃到周的了，这样可以了哈。可以。今天真的也是很屌，嘿，就颠覆我对你以前传统的一个印象啊，完全不一样哎。谢谢，对啊，谢谢罗哥，也是蜕变。也是蜕变哦，因为开启卡罗都是有备而来的。真的，哎，你知道你之前有出一张唱片？哦，正经哦，真的有放很多唱片。对啊，有。他改吗？台语的，哎，还不错。哦，然后也是很有味道。差罗哥一点，差很多。你如果有这种自知之明也还不错。没有了，对，这是年轻。总是从这样开始。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我也好努力。对，但是你看，金碧冲那条歌真的好棒啊，很棒啊，又完全又有不一样的。但是后面那个 B 车了，我感觉这气卡拱出来，还是要我们帮你剪掉，合在一起，不然帮我那个这样子好了。我没有这么高的技术。B 车也是一种味道啊，真的。对啊，我们都会做片头，就一直 repeat。对，精彩预告。像我也常常比猜嘛，对不对？所以我还被称为叫做比猜歌王。真的有这个称号给你？就是真的。比猜歌王，比猜歌王。哦，我还记得冲绳的时间在雷斗亚，差不多13岁的时间。哇，13岁，13岁跟13岁，你住来过？係啊，來過啊，來過。必須。係嗰時間你講嘅係嘟嘟嘴歌王。哦，哎，對，他唱過都。
嘟嘟嘴。对，后来发现哦，原来是林宥嘉是学他的。林宥嘉跟你看齐就对了。对，嘟嘴歌王。谢谢。对啊，所以还是你学林宥嘉。我没有学他啊，你没学他？那个时候可能不会控制嘴巴。用嘴巴来唱。他现在越来越有瘾。而且感觉就很飞，也很有那种艺人气息。谢，在演艺圈待久了，就是那种味道。有抽型，有造型。不，是。什么台卡？对，唱完了，我看那个张慧茹老师刚听得很嗨耶。哦，真的吗？真的。哇，对呀，真的很开心。果然真的是把你都挖回来了，哇，超久没有。都有没有看到哎？其实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很棒哎，因为好像把旧的一年的一切都拜拜，都忘记，都抛掉，然后迎接新的一年。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棒的歌。对，拜拜，就是过去了，然后我们要迎接快乐、新的、丰富的一年。我觉得这首歌很棒，然后也看到你唱歌真的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更进步、更活泼、更稳定，一切都觉得你的声音什么也都更棒。对呀，我觉得很棒，你带给我们也是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我刚真的听得很嗨，真的，谢谢慧茹老师。对，然后继续加油哦。没问题。真的。既然你对这个演艺圈这么有憧憬，那就努力坚持下去。对，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呢，好不好？好，加油。好，加油！加油！好，新年快乐！这新年没有讲我的新年新希望哦。哦，你想讲啊？我想讲一下。好。讲了才会实现嘛。讲了才会实现。给你10秒。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虎虎生风，虎年行大富年。富年。虎年行太运。行太运。拍谁？唔好。東橋唔好講。阿爺希望就會給倆嗎？轉女啊。轉女了舞台當空。客家话，这很有礼貌的小孩，是还要跟大家拜个年，真的是好，也希望你在演艺圈发展的越来越顺遂，好不好？谢谢罗哥，谢谢，回坐休息，安子 C， 嗨。厝里爱种每家，这有是大洲吼，都行都一两点钟会多。大洲行都租怎会多？行路哦，系青色安尼爬雪山的。哇！哎呀，来到楚国族。過年的特別計劃，過兩日就過年的啦。哎呦，很好，唔多啲啊，喺度過年。安尼總之安尼當到啲觀眾朋友開始咧磨下呢。挺錯氣吼。磨下唔怕，你看我看人哋節目，我示範嘛，示範捧天師啊。示範，對。按今邊說，雖然特別計劃吼，過年安尼油腔都安尼，哇！真的兩條果樹啊。真的來到安尼節目當中，從後堂嘅果文他個堂。今日唔係比賽，來聊聊過年的氣氛啦，特別過年有乜個神奇好搞嘅事情啊，問他個分享下嚟啊，哈。聽到就會聽到啦，名聲好高。雖然冇比賽啊，但是係咪有唱到人哋欣賞啊，哈。來到人哋節目啦，哈。冇錯。啊，就他個分享下佢啊，就新年嘅新希望，來，搞個事情。真民主欣賞，恰提貴欣賞，羅英英欣賞。好了，過年，有唱到的歌數全部都會唱。當然哦，兩位歌后啊，總一口帶來3個字。冠軍歌后來。山有跑哪个，用脸有点。
哎呀，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两位主持人好，你好，過年到啦，要過年到誒，過年千無限啊，歡迎假千無限，挑擺嘅人哦，當無限哦，樣辦無限，年假時節出嘅吹天板啊，吹天板，該吹多，因為挑擺人當多嗬，就吹當題農場啊，該吹當橋，啊個聲音咧就當條咩哦，當條跳，等要辦嘅好事啦，要湯喺度就要壓歲錢哦，當條。跳上跌咯哦，以為門東門西啊，來一聲音嘅睇音就講，哎呦天書唔係掉樹林參樹要啦，當中啲講說話哦，做唔得亂講法，個辦呢又出轉廿點鐘啊，出廿點鐘，聲音就引來門。有芒樹咯，哎呦，該師傅俾媽媽打，真係啊，你講呢亂講話啦。一萬一嗬，雞隻講雞隻煙啊嗬，一辦咧正經吹魔術嗬，雞隻成煙出嚟跳，本年咧都本年打，本年念啦，念啊，講完咗唔得大聲言，講本字，年過後啊，看得到，朱慶過來，年年看到朱慶。講本字到啦，就係魔術啦，咁樣啦。其實唔係啦，嗬，標擺用超少啊，嗬，跟係講過年前娛樂屬於個超全部嗬，五辣椒哦，跟我廿點鐘冇揾到超下把為火啊，冇人冤啊，冇人冤，啊就下把為吹魔術咁樣嗬，係啊，就鬼嘅得聲音啦。有一個出氣筒，肚後滿兩滿地。唔可以叫鉗頭啊！你夾入面沙都哦，兩種概念嘛。條拜年唔抵啊！真係哦，真係過年特別細過年前後過，特別嘅我嘅整農場啊咧，唔係吹條板、甜板、肉板。乜街都要好食，特別全部自己做啊！係啊，細時嘅嘅工人真係清好搞。唔可以搶嘢，全部用買嘅，有啲人做嘅啊，係啊難死嘅。咩唔要做咧？講真，要做咩做嘅細雜嘅，細農場嘅真係好搞嘅，真好搞嘅，真係過年咧，哇！回想到頭白嘅真係當好搞嘅。係啊，哇！希望還能夠有再回味那種感覺哈，對啊，當現在小孩子可以，比如說到鄉下去，嚇在英雄下喊做啲人哋甘肅都，而家嘅種下可能咩冇按到佢嘅農業有冇種下咁有冇？係啊，種下有冇？咩冇？種下係有有啊，賴清賢先生講有啊，下面書先生講冇。可能都鳥較傳統吧。有嗬，咪等下都好好嚟聊。係啊，好，嚟唱一下嘅民族先生。好，過年哦，真辛苦嘅是婦人家。係啊，見到年關到咧就要變數啦，嗬，係啊，冇數啊，加聲音轉來嗬，要看到浪嚟浪嚟，要出個都唔掉咁樣嘢啦，嗬，所以呢，從頭一數到尾，三旁開始變到一旁咁樣，繞鉗背掉咧，啊，你下唔是的啦，你下人下輕鬆咧。宇宙我都全部會轉我家去過年嘛，嗬，乜嘅就媽媽安排好些，我也唔是煮，年30開始吃到年初2啦，因為年初2媽媽咪要種我家去咧，食到皮足足嘅，係啊，出樣樣嘢啦，但是你下見變咧，老人家咪多歲咧，佢講啊，唔好咁嚟攀你啦，所以呢，我哋年30自家煮嚟食了後呢，是開始規劃下年帶人出去環島。咁樣年啦，要下上錢，也變那種流行，真係下上錢了，真是啦，係啊，要帶民宿嘛，就唔是法案多錢啦，要唔是老人佔，嗰些東西咩唔會講佔悄悄啦，因為人全部專業去咧，你自家當例外嘅，是老人冇窮咗，我冇也當老人做安尼哦，聊到年初4，讓轉屋下，去接財神，係啊。算啦，一年是當快樂，真係係啊，唔是很辛苦。好命，過年本來就要用輕輕鬆鬆啊，陪媽媽去困一下嘛，係啊，時態冇窮樣嘅啦，你我要閃條路，唔好按辛苦咧，真係，係啊，咩係哦，係啊。
创多好啦哈，创多好哈，创多好，叶科技，多加呢，什么叶科技？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哈！这一边当草安之些。以前都是漳州人赚了必衰啦，真的管理。啊，你可能都也过年了嘛，年过后可能开始做经济必衰了哈，差不多了哈。来，杀好了亚比呢？杀了，刘子优带来平板。好的，躺好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咩好久冇見啦嗬？幾年咯，700塊呢？哎呦，越來越強，700多，嗯，700多，哦，係越來越強嘅，應該。有大班啊，過年啊。哦，有大班都按獎誒，唔講。哦，有啊，有大班章有獎，冇大班都冇獎啊。冇大班就冇強用嘅冇強用嘅。冇大班嗰時間搶老阿婆誒。哎呀，叫歐巴桑啊！唔會。哎呀，過年有乜嘅特別乜事情呢？好搞嘅事。過年哦，好搞。我最記得就吼，因厝裡愛種梅㗎。哦，我家婆帶到嘅乜嘅過山白蠟角啦。
在高山边啦高，哦边啦高，在山当红就出来，真高，啊唔对啊，都只要是大洲吼，都行都注意两点单位多。啊，大洲行都租怎么多？行路哦，嘿，爱青色安尼爬去山嘞，去山。啊，当记得俺。高铁的时间，去到的时间有隔壁好事啦。係啊。講嗌冇愛事咯，嗌天班冇愛來咧。哦，去拜天就講到。去拜嗌都叫嗌都記得。高鐵嗌媽講，我仲冇講啊，講嗌冇愛去，你係嗰個嘅就去。自家就不卡就好咧。哎呦，真的。山當，可不可以？交通冇方便之外呢？乜解咯？去到嘅班路又太塞古嘅，我記得 NC 嘛，嘅塞古按看佢嘅燈杯看唔到燈啊！上去嘅時間看下來，哦，行太哦安尼。我特別啲同學做嘅，我去教卡，我一拜去都我咪唔可以嘅。你講，請我去教卡了啊！我都去，啊去上車去到一隻地方哦，我冇路嘅。哦。所以小呢，真的大概西邊。西河巴呀。西河巴邊呢？我冇路啊，又市場冇辦法去啊。去當久呢，去差不多2-3點鐘多哦。去到幾片？哎呦，行路。哎呦，行路。行差不多1.2鐘當到腳不卡。哦。記咩帶山當？哎呦，咁差唔多嘅咩？我當記得講下，記得講，哎呦，用力啊！下到我媽講，啊大洲都來呢，嘅路況啊，有人讀到誒那時啲講，哎呦，嗰些啊冇人用啊，冇人行咯，要行啊，攞手弄一下要行，天啊，傻屁啦！哎呦。因為可能係去我同我幾乎靠有中條嘅東西，本來就好印台嘅，有好事咧就錯咧，黃梨嘅有冇？黃色嘅嗰種梨嘅，梨啊，梨子，黃色的，那吃起來軟軟的，雜味不thôi，帶着還覺得有點腥味。咁你味道梨嘅現象去嘅嘛？唔啲按現象去嘅啦。後菜有個梨嘅，拿出來張有比較腥味。冇見他之前就他買冇很矮。而且我後來才知道，那個梨葉還不是他們家種的。你可能有發現冇麻煩意。他跟我講是他家種的，後來才知道不是。係啊，我們去偷採人家的。吃到肚臍底不會肚張底。對，那個差幾個字。好來，只有手機請叫我看到啊！人講牛年做得行太陽虎年哦，較冇人講啦。但是行你中央虎年，中央大家行太陽，以前夾過，真係最好嘅年啦！係，啊，今日帶來一個平板啊，我一講過。請求也冇，因為以前搞過機也個機械的啦，打鼓的啦，三國也有啦，都社會啦，所以請求也冇談到，今日帶來平板也創得相當好啦，將也好過嘅，本大家過個平安年。好，什麼先生？今年呢，真係台灣，不管今年啦。明年明年，國運昌隆，你就好，國泰民安啊！哦，加油！好，謝謝安慈生，什麼太感，真別當錯，謝謝。哎呀，很好。培養沒人講，沒，就一直有好反應。就今年請講了一年，有可能啊，報了請講一年，對冇？好來，殺下來，用歸蘭帶來失戀狗跳。好嘞，等下啦。
大事枪声痛呐，哎呦呦哎呦，乡亲朋友同欢乐，百姓求福万年长，百姓求福万年长，百姓求福万年长呐，哎呦呦哎呦。张年里来是新年，合家团圆笑点点，家庭美满真幸福。过丰收太赚钱哦呐，哎呦呦哎呦。新年安结束天咯，乡亲朋友同欢乐，百姓求福万年长，百姓求福万年长呐，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桂兰姐，主持人好，新年好，哎呀，新年多哎哈，真的大家都开始要磨汗的哦。对，你像也过年要唱特别按摩汗嘛？你也较磨嘞，你也较磨哟。你也磨，你也生日太啊，对，特别生日细的时候，生日哈，细的时候，嗰是过年是个团圆饭的时候，哇，亲闹热，因为按太是按太吼，好亲友按到住嘛，亲友花好讲啊，哦，食饱也好，坐定。等红包，哎，听错哎哈！错，以前是在讲生日岁的时候，哦，我知道小孩子亲等一下，哈，真的都希望小孩子不要长大。错啊，对呀，紧太紧，不过没办法啦，哎呀，没办法，生日呢，哎呀，从你啊，全部太啊，全部加体的啊，什么加体的？哎，来没拖的啊，拖的没冇强下带啊，冇强下带就。你啊，公园就存到俺来的9两的生日呢，其实啥会转来？年初一我转来，年30就转来了。我同人叫我过年，错。看到年发出变年初二，叫做转。冇有，嘅前两日，嘅食到安排呀，到转呀吼。11点人嘞，对啊，安排啊11点人，半流水席，就是吃喝打追鼓。对，就是10点就转到的啊，转到就开始佢按到聚会就会演饭店啊，做那个啊，对，大字牌还有么嘿？我出去主持的，你就负责主持。真欢喜啊！哦，看到那什么字全部转来我卡个，突然顺转来。对啊，但是也辛苦啦，讲真，也回想起来哦，我妈妈特别真的没动辛苦，因为我带庄下嘛，庄下我爸爸的兄弟全部来台北发展啊，哎呀。这过年全部都要转了，全部都要转你啊！所以我妈妈就要准备所有的人那个哈，当年就多么汗。13年吗？你不老几天数吗？我变số，我亲好。好，因为我爸我特别我卡开茶包店，所以我爸要总店，我妈妈要主食，所以我负责变số。我变số没有青菜说啊呢。哎呦，没有用挖土啊用。没有，我从板开，煮贵的板开，收袋哈，怎么？所以我很适合去那个打扫公司上班啊。做清洁是不是？抹窗口在发。我很认真的。哎呦，对，所以要回想起来，妈妈真的是很辛苦。做贵妇卡年的，真的。不过又辛苦又快乐啦。对了。亲甜蜜的负担。对，亲甜蜜。哎呀，哦，对，来，从头来唐先生讲。尹先生。
好，各位贵咱还在写俩故事吼，就动入俩个公演个气氛，因为伊故事当中有写到两两打四枪血统吼，我就记得我细细时节个去吹戏吼，而去嘛个叔公啊、伯公屋卡去拜年的时节，个当到芦笋真紧入恁个央视打量诶，嘿，韩国个通啊吼，芦笋当到就系用个火车在等伫个卖，本人卖来做电路，去叔公屋卡安样去，所以俩故事个俩当中写到非常个好，很冲啊上美当好吼，所以全部系当吉祥个俩吉祥话吼，本人就感觉到动脑嘅个气氛，什么嘢当好谈。安子姐，哎呀，这是梦经验吼，哎呀，中央过到快乐，欢喜年，哎呀，希望大家身体康康健健，骨体面啊，大家全部清快乐，真嘅，好，所以嘿，大家好，大家快乐，好，安子姐，嘿，谢谢，做消息，好来撒下来哈，撒落去厦门苏台国带来老山歌，来唱过来哈。年年新年，台北啊，聪明哎，我做那个有嘴嘛，有嘴啦，有嘴，我讲错，那个有嘴啦，叫有嘴子啦。向连天呐，老年泪淌，穷下过新年呐。风雨有声，平安浪漫，经济繁荣。新希望希望流，年年都健康
財寶，哪來秋暗江中啊？哎呦，分數太高，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佢叫個頭前吼，至於佢暗光情況啦，因為佢金元財寶從變到佢嘅暗光度吼，跳擺起啦，哦跳擺起啦，你下唔起啦，你下講出嚟嘛，係咪樣嘅？也全部收到保險箱度啊，銀行嘅，哦，比較銀行哦。哎呀，以前過年有乜嘅好搞嘅事情喎？佢反正咪講特別啊，場面我做那個油嘴嘛，油嘴啦，油嘴講唔錯，調絲啦，油嘴子啦，油嘴子係乜嘅東西？油嘴嘅，像那個地瓜球嘅樣，有些槍誒，特別猛啊，不用特別我專門用嚟做，我來咪請老師，我來這個教我請家家婆我做人嚟比賽。有人都問人再講解一擺。油嘴嘅，油嘴嘅，像用糯米磨板嘅，磨好嘢，雜一糟，雜一糟嘢，像用切板嘅，像用安尼切過落做個那個番薯整餅麵，整個這個番薯奶樣嘅有冇？落蔥下，安尼切就做到像糯像湯圓樣嘅，像香煙一樣嘅。當拿油去破，當一破，破到呢金黃色噶，有冇哈？個細來扣米團一下按放件買，一個地瓜就較香，啊個還有較扎實，較扎實啦。個水嘅可能係適合較像扮演嚇，糯米嘅糯米，然後啲番薯跟地瓜球全部係素薯粉嗰種東西。對，粉嚟做啦，佢全部用糯米，啊，本來我聽到用糯米，落個地瓜泥整熟嘅，要按切到，很多工呢，真係破啊你啦。也係去教父下來示範自己的。也係模擬油嘴，唔係油嘴嘅，油嘴嘅失傳嘅啊。對呀。啊，真的，這個好東西真的也不能失傳嘅。係啊，對啊，像個上面也唔錯嘅嗬，來就去試下試唔同嘅東西。真的大送，特別專業，特別做太保專業㗎。對，其實班人唔會快啊。那講啊，同觀眾朋友當橋嘅，看到想到有種方法做嚟做嘅吧。下新的老人講用辦做的。以後到房間就買得到咯。你就說我有賣油嘴耶。嚟。好，向民族先生。民族先生，你有試過油嘴冇？我頭先係問車國老師啊，講迄乜嘅東西，其實講糯米去做嘅，吼，然後拿來弄破嘅啦。迄個細細嘅時節吼，然後讀書嘅時節，我老同學咧就會做嘅用嘅，按到開口笑。開口笑，對，吼，就咩迄種人咧，嗰種嘅麵粉啊，吼，咧就糯米啊，去弄料。我本買雙胞胎嗰種嘅感覺。但是開口笑是它雜薄，是像類似嘅發板咁樣嘅，但是其他雜薄，它香啦。然後今日面書過吼，因為迄特別咧新年規劃嘅特別節目嘛，所以呢佢寫嘅歌詞然後年節嘅氣氛真好啦，再加上呢佢也冇壓力，心平氣和嘅都會唱啊嗬，所以呢嗰個上過一講，嗬，喜又順咁樣嘅嗬，四季八節唱到真好咁樣嘅嗬，但係係有機會執過來挑戰啊嚇。好，安子謝，好，謝謝，要多謝你來咧，哎呀，就新的一年哈，順利，身體健康，祝大家都身體健康哈，本事。剛才嗰時講嘅呀，身體健康，順利就錢就會入來啦。哎呀，錢就會滾來哈。呀，錢就穿到金元財寶，不要銀行，就不要暗光，暗光回家。對啊，健康就是財富。心態嘅財富。是，好，謝謝安子謝。我們是那個新年快樂。多休息。好，對，好。沙下來係一組對充足嘅哈，賴清妍還有羅碧珍帶來，五鋼筋買房。哎呦，
做嘛五港咯？五港哦，系啊，唔係天公嘅嘛？五港天公嘅係啊，姊妹房做嘛？天公還有你咯？嚇，傾下嗰啲。奇怪，一般人都是子時的時節都清火嘅。子時嗎？對啊，子時。如果怕吵到人家，你可以在丑時。丑時兩港的時節。兩港係啊。不都五港？五港唔了做嘛？五港都已經衰到唔掂那電去嘅。冇強用嘅妹房。哎呦，來，彈佢啦。一更一點也來戰啊，妹房。開彩風中靠啊絲種難講哦。
在一起，在一起，已经在一起了吧？有啥冲动有？祝新年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真的呢，亮啥？迄搭摆恁老伯要搭对啊呢，係嘛？哦，也做请什么啊？赖老师，因为家个明熙动态，对，他胎牌，古说吼，搭摆就接到动态床，伊就带我出门去表演，来你节目都假摆了呀，真的哇！我刚讲到一说呢，赖老师给金胎牌，他很大牌带着我，对呀，很酸呢，那个口气，酸溜溜啊，貌合神离就出来嘛，酸溜溜啦，酸溜溜，嘿，唔过正经身段真讲，嘿呀，本身还有学舞头，嘿呀，有戏的啦，有学地位啦。从小都开始学嘛呀。咩？我从客家歌表演，像弟讲有，还带点动作哈，看闹热，但是你看佢本身可能有一种肢体动作协调，佢真有办法做到这么到位。有的人像我有点智障的，连苦都苦唔下。冇啦，像遐巨星哦，唔是很辛苦，学安样的扭来扭去啦。你是靠歌声战胜的。头摆可能啊。没用用啊，唔是按比上把数啦。只能来扭一下呀。嗌哦，係啊，你講嗌扭哦，係啊，慢慢等，好冇？冇乜好困啊，講而太公園咧，扭啊，講太出來兩邊是花扭嘛，是他懂哦，哎呀，哎呦哦，你看有沒有感覺一個水桶在搖？有沒有？還沒有腰身啊？看到這個。水桶我唔會噴出來就好。啊，唔會噴出來，你還安慰我嗎？真的很水桶啊！哎呀，過兩年就過年咧，哎呀，過年氣氛也係咁樣參加咩嘅哦，大家都無限過誒，就等過年咧。條擺乜嘅過年咧？你印象好高嘅事情。對山坡五地嘛？對山坡，哎呀，有第三幅，哎，有三個跟西天啊，嘉慶寶通那種人。哦，第三幅啦，第三幅。仲下你下外街片上面含油，有哦。哦喲，還有你教啊？有啊，哎呦，是讓俺這樣。哦，還有通照啊？哎，樣板，樣板個。帶把起啊哈，跳起來。哎呀，跳。是讓他這個打這個膝蓋要打全部回去都腫起來，腿腫起來，哎，都腫起來，真緊的啦。啊，搞到腫起。改良時候，我喺舞堂喺奶嘅，冇大孔窟裡哦，他全部丟到一副。真的，太強嘛，衝崖去搞呀，太。哎呦，真緊不辣，佢好彩打腳誒。一打唔錯地方中起來都唔係快大嘅。看嚟嚟打。黐緊入去。哦，所以跌落去，去，千大髀轉啊！會痛嘅。大髀會變轉來啊！大腳會變轉來。希望佢變轉來啦。哦。你生氣哦，你個片吼，就係點乜嘅？冇跌，沒有跌，啱講我哋唔會都叫啦吼，就係從細到大對教育本又教育講，做唔得細神初一，初一做唔得出遠門，可以禮堂拜拜，做唔得這位係啊，對啊，細會談阿爸阿媽話，大家17、18歲啊，就會交朋友嘅啊，我就走去爬個馬拉邦山，結果轉來就一身出手把布咩吼，我走勢啊，走勢咩冇得做啊。迄四位老財四題，喂嘿，向喂四題財無向無樣啊，嘿。今年個晚年初一做唔得收天來，對，做唔得四三夫，係天來吼，我到初五，吼尿桶沒向樣嘅，我尿桶沒向樣，初五張可以到。一垃圾嘅，我真係都唔掉啊！到位老財倒題啦。那有一個辦法，乜個辦法？反覆剪有嘛？你學好呀，當初咩？反覆剪出得錯。跌落去就唔會出嘅，真係假？真係冇便宜，唔會啦，冇便宜啊嘅。所以尿卡全部嚟做啊。係啊，出尿不下用尿桶哦，條快啦，出到去香啊，正經哦。那個味道就沒有了，味道就沒有了。給那個硫磺啊哈，
防火镜喺硫磺度。那我等一下来试看看。丢在马桶，臭不得用。我纯盐的让有效。纯盐。对啦。哦，像车几个是那种纯盐的让有效。纯盐的让啦。啊，车几个。咩？我当熱過讓有味道咩？純鹽。講到咁樣嘅五港姊妹房，其實在我早期高三嗰時嘅藝術歌並冇藝術歌曲。後尾因為李建明老師佢邀請我去記下弦嘅，由我感覺講有五港姊妹房，望堂啦，望堂，所以我就記得以後我一堂創完演唱會以後，我一拿嚟教，結果輸到大家當到分贏，因為有較新嘅歌曲，也係屬較新嘅歌曲。佢五港姊妹房並唔係講五港當真，佢一港、二港、三港、四港、五港，因為你講五港，然後唱到佢就同宋金才共樣，唱到10首，一首唱到10首就當場嘅啊，所以就中間起的，中間起的。我會記得也三港誒，一港嘅時間看完熟咯嘛，係啊，慢慢咧我過隻都五港，但我入都冇講，哎呀，有啲意思啦。一啲都佢唱一港、二港、四港、五港、三港啊，因為佢講三港3點，姊妹房每菜房中脱以上，哎呀，上身脱嚟拍謝啦，所以也嗰次我就因為講。留到可以表演，要看路牌啦。所以我就講1、2、4、5樣唱就好，嗰三尾都冇唱佢啦，但是佢咩也亮嘅就搭配一下嘅逼真嘅嘅舞台落去，就冇重要，真是就有過年嘅氣氛啦，好，安子生，好，好，其實咧係曲調係非常嘅鬧熱啦，韓國在民間當人對唱嘅時節，當歡喜當聽來些唱嘅歌曲。不過吼，你係歌詞，我想嚟問一下大家，你到第一講係幾多點麼？唔啲呢，唔啲啊。因為你歌詞一講1點嘛，你講2點嘛，吼，你就會問大家。香港一講就係1點，2講就係2點，其實1講係7點到9點，2講係9點到11點，所以倆歌詞冇3講啊，吼，就係11點到1點啲做乜嘅，所以拄好係介紹，拄好介紹時間2件5件睇咧，吼，其他嘅時間就都采風間就事情走，促膝長談嘅。好，所以呢，其實哈，流傳在民間嘅咧都有小調歌曲哈，上次從起來咪意思是在早期可能大家留去做係流行歌啲嘅唱，喺變到咧下，當人彈起來，當有親切感，咁樣係過年那些唱起來就特別嘅歡樂，所以非常嘅好聽，是夢一條。好，多謝你兩位，你表現都很好，特別多清好，特別清好。安子生，係啊，繼續有機會把兩節目表演，係啊，安子生新年快樂，新年快樂，謝謝。回到消息，安子生，好。好啦，今天安尼節目吼有唱到安尼流行歌曲組，還有傳統組，安多精彩厲害嘅歌手嚟安尼節目表現哈。分享佢哋嘅高年後搞嘅事情，還有新年嘅新希望啊。對，我相信安尼觀眾朋友們聽到當爽當歡喜啦，哈，係啊。但是安尼同樣我比賽了比賽要報名係啊，大家來報記得打電話來人叫6667人，人還有傳真電話人227778月3日等大家打電話。好，大家來報名。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阿咪多謝評審先生辛苦啦，辛苦咧，大家新年快樂！好，什麼歌比參賽？唔係參賽哦，點會嚟表演呢？分享你的故事，新年快樂！嘉賓啊，雪啪啪嘅嘉賓啊！什麼小強先生、歐翠先生，新年快樂！虎虎生風的小強老師，大家我們記得一定要做支持官，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拜拜，新年快樂！